睇睇 MC 第5條啦，if 啦，如果咧 2H 等於5啦，減一個分數，分子係12啦，分母係4K 加7，頂 K 係幾多咧？嗱，其實呢個題目係一個咧 change the subject formula，將咧一個公式咧嘅主項咗轉換啦，咁當然轉做咧 subject 主項係 K 嘅。嗱，首先我哋唔好抄錯題，然後點咧？我當右手邊嘅分數咧，幫佢左手邊啦。變咗12 over 4K 加7等於5咧照抄，左邊嘅 2H 咧幫佢右邊變到減 2H 啦，跟住點啊？將左邊個分母同埋右邊個分子咧，利用交叉相乘嘅方法做個對調，變成咧12啦 over 5減 2H 啦，都係 4K 加7，然後點啊？將個7咧搬去另一邊啦，所以 4K 等於咧12啦 over 5減 2H 成個數再減7，然後就通分母，咁左邊照抄啦，右邊點呢？分母就係5減 2H，而分子就係12啦，減7成開括啦，5減 2H 刪括啦，然後點呢？首先將左邊嘅4咧幫佢右手邊啦，調去做右邊嘅分母，所以右邊嘅分母變到4啦，成括咧5減 2H，分子點呢？純粹就係咧剛剛上一步咧個分子咧化簡嘅啫，變到12啦，減7 5 35，負得正加7 1 14乘 H 啦。嗱，最後咧化簡埋個分子啦，所以 K 咧等於咧14H 減23啦，over 分母咧同上一步一樣啦，就係4成括5減 2H，答案咧係 B 啊。